每次嚟 British Museum 我都只係得一個目標，就係睇埃及展啦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，其實大英博物館係收藏咗超過10萬件埃及展品，係除咗埃及之外其中一個收藏得最多埃及展品嘅國家嚟㗎。而今次我再嚟嘅時候呢，佢哋就擺咗呢一塊 Rosetta Stone 喺度。咁呢一塊係一塊公元前刻嘅石碑啦，上面就用古埃及文字、埃及草書同埋古希臘文寫咗當時法老嘅事蹟。呢一塊石碑真係好出名，個個人都爭住去睇嘅。除此之外呢，仲有唔少嘅埃及文物啦，當然木乃伊都係唔少得嘅。除咗睇埃及館之外呢，仲可以睇埋其他嘅展館，仔細睇呢係冇可能睇晒嘅。我嚟咗咁多次，每次嚟都仲可以發掘到啲新嘢，例如呢一個中庭嘅圖書館呢，而家係重新開放啦，入面係一個圖書館嚟嘅，就連孫中山都曾經喺呢一個圖書館讀過書。近近地想睇埃及展品又飛唔到去埃及嘅話，British Museum 係你嘅好 alternative。follow 我留意更加多啦〜